晚餐吃什么掉秤最快？如果想瘦个20斤的，请这样吃。第一，晚上呢一定要少吃水果，因为呢果糖对我们的肥胖呢有重要的促进作用。蔬菜可以代替水果，但是水果不能代替蔬菜哦。那么第二，晚上可以多吃一点瘦肉，瘦肉是优质的蛋白，可以增加我们的代谢消耗，对减瘦呢有非常大的好处。第三，控制主食，真的要控制主食哈。重要的话说了3遍，晚上的主食呢一定要加以控制。我们可以吃根菌类的，还有淀粉的食物，比如土豆啊、紫薯啊、南瓜呀、藕等等。第四，睡前呢如果饿了怎么办？睡前如果饿了，一定不要吃碳水高的食物，可以补充一些优质的蛋白，比如说牛肉干啊、鸡蛋白等等，这些它都是有助于减肥的。你学会了吗？